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8月11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湘北地区昨下晡落雷公雨，地区真侪车路淹水，赛车民众惊吊车全拢袂顶袂当，交通塌掉咧。代替英歌到桃园，因为凤鸣这站施工积水，30米长的路基去互大水冲走，地区上北落南的火车万分停驶。经过代替透暝抢修，早起5点半已经恢复通车。雄雄中港河台北市中庆北路出现积水，车路用要淹去，有网友翕到民众落车用手刹车咧行。受西南气流影响，初十下晡北部落大雨，在树林嘉亨路水淹到人行道，有民众规气躺椅仔行。大水未富楼，北在社区各大楼停车场出现积水。在看过，好像海边上头诶。雨势有够大，英国火车头前的广场也拢是水，亲像海涌共款，一波刷一波。因为都是下班时间，真侪人伫车流当中寸步难行，未少骑机车人规气牵车用行的。中港过后的雷阵雨造成湘北市也个桃园真侪所在淹水，代替桃园到英国站路段也积水，双线无法度通行，路南甲上北列车万分，车站内底等车人是愈来愈多。1个多小时。那对，6点半的车可以拿，现在要到6点半。是啊，因为你连什么时候可以回家都不确定。对啊，我觉得至少要延误多少时间，至少也要秀给我们看一下。代替总共开10班桃园甲英国之间的专接车，到暗时8点，每座列车平均满分差不多45分，东正线路基流失30公尺。代替伫暗时双线封锁施工抢修，按算伫今日透早完成抢修作业。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南甲高雄昨马上大雨，台南安南区有几条车路淹甲变水路，水淹入徛街，有脚头有遐悬。因为高压的水下袂离，安平区有大楼的停车场是出现水墙。那高雄的公山有社区的车库淹水，居民怀疑是高压未通，工程出问题。民众骑奥多摆无险过台南机场路边仔的细条路，险险啊，互水流冲走去。相关单位较紧甲查落来，就惊有危险。初十透早，台南路大雷雨，3叶江客水位涨起来。林德区机场路的便道是淹作一条小河。防守线视同命令，我哪敢过？居民是真无奈，徛伫门口等水退。安南区的安中路一段水是淹到脚头夫，透天1楼的客厅灶骹和便所拢浸伫水内。去开话讲要水利讲要改变，到遮时无改变啦。安南区规工累积的雨量是超过200毫米，想要出去车路拢淹水，有民众是用各船来带囡仔出去。调风局嘛，因为落大雨，水淹去庙内面，安中路4段水淹到半个脸仔遐尼悬，护工巴士拢告终啊。无啦，要来载病患的啦，要来载病患，要载一台日照，要台车啦。这防水闸门每户用嘛？袂有啦，你用大水是一直对公线流出去，安平区累积的雨量更较惊人，得要250毫米。雨水是对水沟啊倒击，维修厂挂无装好，大楼停车场大淹水，只好较紧刹车。上班到一半冲回来移车。北高雄的乌来主管和冈山嘛，因为落大雨，真侪路段拢淹水，警方有封锁线管制通行。冈山盐埔路规排透天的新社区，水是淹入去车库，居民怀疑水沟工程有问题。它好像不太通啦，因为我们每次看对面都没事啊，然后我们这边每次都是淹啊。如果长期这样，新房子进来，对里民也是困难。水利局讲，建商开发造成边仔的沟仔积土，会勘了后会做连通管工程的改善。不过气象局是针对台南、高雄继续发布大雨特报，嘛是要注意防灾。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热人天狗节是一直咧滚价，疫情嘛豆豆啊拖到北部啊。目前天狗节拖到全台湾10个县市，拢总超过1200例，台北甲新竹拢出现头一个本土病例。代表这个个案是住伫台东区，伊捌去过台南佚佗。为着要防止疫情继续拖开，台北市是宣布要针对台东、树林甲北投来加强消毒甲监测。
工作人员沿路转游水，因为台北市大东区找到确诊台北市3年以来的头一个天狗热本土个案，是一个10多岁的囡仔，有台南旅游史。目前带做伙的人甲附近居民拢无症状，卫生局呼吁有发烧、头痛、目孔痛、身体酸痛这挂症头，就要赶紧去给医生看。大同区这边，我们希望就区域性的部分再一次的加强相关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我们各区其实也都必须严阵以待。平常我们就有在监测那个蚊虫比如以前常比较大的，像士林啊、北投啦，我们大概都有做了。假如说有点偏高的问题，我们就马上做一些清消的。另外，伫屏东找到有一个86岁的妇人，天狗热致使器官衰竭死亡。台湾为热天开始，天狗热疫情一直升悬，到初九为止，全台天狗热本土病例计共有1261例，拖到全台10个县市，8社外拢伫台南市。初10行政院会卫福部报告风台了后的天狗热防治，疾管署讲，目前国内外疫情拢在升温，各县市拢有可能出现病例。那近7日的这个登革热本土疫情，事实上较前7日上升了61%。我们全球的温度6月是最高的一个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月份哈。那台湾尤其是在南部，一直到11月之前啊，一直都这个气温都非常炎热所以登革热流行事实上到11月底之前都还有可能发生。小热甲9号疫情高欠悬，疾管署长曾仁祥讲，加上定有雷公雨，蛇药啊、防治网啊的效果可能会较歹。估计未来炭白网的密度会愈来愈悬，而且各地方政府针对高风险地区加强清消。行政院长陈建仁指示卫福部加强宣导，嘛授权卫生单位使用处罚的手段，避免疫情直炭。记者郭明生准由台北报道。国内人12年，即阵是搁再出现阿米巴的脑膜脑炎死亡病例，是北部一个30多岁女性，因为假血糖早为伊鼻孔入去，7月1日开始，伊就有头痛、胃寒等等的症头，发病7天就死亡啊。因为这个个案有去过新北邦桥一间室内水池耍，怀疑就是伫遐画到的。卫生局已经请业者暂停营业，消毒环境。日头真大，天气真正真热，未少民众拢会去游泳池溪边耍水降温。不过耍水的同时嘛要注意，因为新北市一个30多岁女性最近无国外旅游史，7月2日出现头痛、肩胛硬这症头，又搁有发烧、胃寒、头痛、颔棍痛痛，晚间才就医。破病前，伊捌去使用室内潜水设施，因为病情进展快速，伫8月初伊就死亡。经过采验，确诊是福氏赖吉利阿比巴原糖感染所引起的脑膜脑炎。不是内格里阿米巴原虫，好发于夏季，自然水域戏水时，应避免搅动底部池水或淤泥。疾管署表示，这是最近12年来头一届看，嘛是国内6年来第2个案例。福氏赖吉利阿米巴原糖是井水湖湖村内自然生存的单细胞寄生虫，介意伫温暖的环境，会当伫46度C的环境生存，搁较悬的温度嘛会当短时间存活。可能传播的情况，就是民众伫自然水域活动的时阵，将含有福氏赖吉利阿米巴原糖的水扫入去鼻孔内底，搁因嗅觉神经进入脑部才破病。因为无适当的治疗方法，致死率相当高。阿米巴原虫其实它必须要专门的单位去做检验，它的诊断比较困难，而且也没有什么公认有效的一个药物可以治疗，所以它的致死率可以高到99% 以上。新北卫生局已经要求业者预防性停业，也甲进行环境的消毒。目前拢总掌握7月2日至8月初9人客甲工作人员的名单。初步调查，工作人员拢总12人，人客人数630人，会一个一个通知确认健康状况。采检环境检体与水池检体，后续由中央带回检验，以厘清感染源。待业者完成清消后，将再度前往稽查。业者表示，已经找专业的消毒公司消毒，这2天拢会暂停营业。不过业者嘛讲，设施逐天拢有放氯含量差不多伫1.5 ppm 左右，而且其他教练学员逐天拢会来浸水，身体嘛拢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空军拜六要伫台中青泉空军基地举办航空嘉年华，不过昨咧电视义演的时，却是突袭落弹，一只 IDF 战机熊喷火车，机尾烧起来，看起来是有影是真惊人，
加在飞行员处理透动，有紧降落来，才平安无代志。战机战尾喷出火焰，现场观众是叽叽叫。空军台中青山公基地7日举行航空嘉年华有演，一架编号147的 IDF 战机伫空中动态操演，伫完成第一个操演科目了后出现异常，经过塔台提醒了后，紧急降落，引机平安。空军司令部初步检判是发动机喷口后验器气风片空旁过大，会对这战机展开特检。方体检视情况是正常的，只不过在尾管的它可能气封片线系有可能过大，导致它燃烧的部分有异常，所以导致有尾焰。这架飞机就会做特别检查，那后面的话就会换另外一架飞机执行操演。在节目以外，无妨害其他操演 F-16V 战斗机展现高机等员优异性能，这瓶高速冲场万倍爬车链这动作也让这流量完成。负责台湾对空对地对舰等攻击战斗任务的 F-16V， 沿过分是千架汽车飞弹加2000磅的炸弹，不过对飞官来讲，严格身体负担是一大考验。身体上的负荷，就是我全程要一直做抗拒动作。然后大概就是9倍的9个人压在我身上的感觉，对，那稍微一个不小心，可能没有做好换气动作，然后可能就会G lock，就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各机各自的用因高教机也用5架次变造冲场，摆落下底摆伫个人面头前展示，也有旅后小组提起操演，地边上有航空飞弹阿帕奇直升机、各种战车静态展示。航空嘉年华活动要伫12早起9点正式登场，军事部甲民众应把握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个月初7，台湾虎航有一座机帮为日本飞回来桃园，要落地是副驾驶煞熊熊奋起，飞行机伫登机坪动好势了后，伊人才精神送病院检查。运安会认定这是重大飞行事故，已经立案要厘清因端。那台湾虎航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虎航 IT-237班机空中马术 A32空型飞机。初1下晡按日本函馆机场飞登桃园国际机场，降落后，副驾驶员失去意识，机长发出片片信号请求医疗支援，副驾驶员随后恢复意识，坐救护车就医。运安会接到通报，马立案调查。我们依据这个重大飞航事故的调查相关的作业程序，组员在飞航的阶段他失能，那我们进入调查。虎航讲，班机是伫桃园机场降落，并处理开主跑道了，副机师着人无爽快。飞机出到停机位了后，由另外陪副机师家己落飞机，上救护车去病院检查。东港出院，虎航第一时间主动通报主管机关，嘛全力配合调查。同时，技术职业工会分析，为着确保飞行安全。班机拢上少会派2个驾驶员，那驾驶员人艰苦，就会请空服组员来协助，嘛会通报塔台。我们会先请空服员先进来，失能的这个飞行员先固定在椅子上面，避免他昏倒在我们其他的控制界面地方，而影响剩下一个人的正常的飞行操作。呼出 PAN 的这样的一个呼号，那么意义就是希望相关的单位给予必要的协助。航空学者讲。迄时班机向塔台宣告片片，表示次要紧急。一般是航机船只顶交通工具改变路线，也是有人员需要医疗救护，请求优先降落，也是地面协助，并无立即性的性命危险。因若班机呼叫美底，就表示有即时的性命危险，而且严重危难无法度自救，需要马上救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继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虽然水汽有比昨较少淡薄。不过南部地区依然会闪大雨，咱来看分图。受到西南风影响，今仔日气象局针对嘉义县市、台南、高雄甲屏东发布大雨特报，规日拢会落雨，嘛有可能会熊熊落大水雨，尤其是沿海雨会较粗，若山区就要注意崩山、溪水涨悬。中部以北过道会落雷公雨，若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温度方面，花莲、台东发布高温警示，是柑仔色灯号。天气较热较热，温度上悬可能会超过36度。若拜六礼拜水汽会较少淡薄，不过天气原无稳定。过到到日暝这段时间，雨会落较猛，提示观众朋友唔通倚近山区，避免发生意外。
这边若到上下班时间，台北坐运拢是人客人，而且最近天气阁真热，都有民众怨叹讲，这坐运车厢的冷气无够凉。台北市经过评估，决定要甲坐运的温度调降，普通时啊是降到24度，若人较济时间，就降到23度。台北捷运一天的运量有200万人次，最近常常予民众嫌讲冷气无够凉。早起台北市长周万安是表示，拜三决定把捷运的车厢温度降低，文湖线位原本的25.5度，尖峰时间降到23度。昨天我们也决定来就北捷高运量的部分调降，在非尖峰时段24度，那尖峰时段我们会降到23度。那在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调降温度的方式让民众都能够感受到，我想搭乘北捷的乘车品质是优质的。台北捷运这2日已经把温度降落来啊，过去车厢内底会较翕，尖峰时间人客人有时阵阁有臭怪酸味，冷气的温度降低了后，常常在文湖线的民众是感觉差真多。那前阵子真的蛮热的哈，那我觉得这2天开始好像坐起来比较舒服一点，感觉好一点。然后下班人多的时候啊，也没有这么样子的闷热了。这个温度是比较舒适的。那之前他是走那个板南线，我们有坐过，没有那么舒适，有比较闷一点。周万安是表示，新措施估计大个月电费会增加200万到250万。不过，即马1200块的登记月票推出了后，坐捷运的人是变多，运量是提悬，资本就要投入对应的成本。也让外界嘛关心，捷运外台的温度敢会比照办理？这部分周万安是无回应。记者柯家山林秀凯台北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东山会3天前认定戒严时期的中华救助总会是中国国民党的手下组织，所以财产是不动动产。中华救助总会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处分。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昨认定东山会处分无问题，判中华救助总会败诉。来看联合报，根据主计总处上新的资料，今年顶半年员工的月给平均是45000多块，比去年同期加2.47%。若准甲物价扣掉，实际总薪水年减率是0.73%，是7档来同期降一届求水。来看中国时报。财政部处长吴清华表示，今年总预算收入支出比起来欠1095亿，若搁加特别预算，拢总欠6000亿。甲年度剩的钱刷来用了后，实际计税金额大概是3000多亿。来看台北市为8月15开始，若准抓到乌白票本数单分头，要加重处分，本地实罚1200块，要有关到3600。有市民讲真支持，不过嘛有人批评讲，无配套就当罚，实在无妥当。我想要伫台北市了上侪次，都要注意讲，莫因为迄无啥，就要去做歹。民众黑白等本数也是等分头，破坏市容，阁增加清洁队员的负担。台北市环保局讲，对15开始，黑白等本数包本地是罚1200起跳，即嘛提悬到3600，黑白等分头嘛同款，会罚3600。有民众支持，但是嘛有民众讲，要实施这也无配套。好啊，那无罚愈多愈好啊。所以你讲提悬会当环境更加清气。对啊对啊对啊。你要设置一些让人家丢烟蒂的地方啊。现在垃圾桶很多丢烟蒂的盒子都没有了，那我们要丢哪里？另外，罚单起价，还有污染地面提悬到2400，带狗出来散步，但是无清伊的狗屎石是3000起跳。针对民众批评讲，根本就无配套，无提供等分散的所在，环保局讲，毋是无配套，提起行为人要负责任。我们的行人专用清洁箱旁边都有附挂烟蒂盒，如果你没有地方丢，你应该把烟蒂熄灭后自己带一个包包袋子自己带回家。另外，狗屎若无扣会罚，但是即马连狗仔若凊彩放尿敢嘛会罚。环保局是建议饲狗的人，身躯顶是加准备一罐水，狗仔放了会当来冲，维持环境的清气。环保局讲，15开始是会直接罚，袂甲扣款，相信提悬罚则对想要违规的民众有甲吓惊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印尼的首都雅加达，空气污染的问题是真严重，即阵阁已经真做全球空气品质上歹城市。其实自2021年时，有民众针对空气污染拍赢官司，法院嘛要求印尼政府爱改善。
不过2年过啊，这空气品质若无变好，颠倒是愈来愈食力。远远的大楼消失伫雾霾中，规个城市规片乌晃晃。印尼首都雅加达拜三摕到全球空气污染上严重城市的头名，由瑞士空气品质科技公司爱快公布的数据，人口超过1000万的雅加达，自5月以来就一直排伫空气品质上歹的 Top 10名单内。民众逐天拢比呼吸垃圾空气。Menurut saya sih sangat mengkhawatirkan ya, karena ya kalau misalnya saya melihat gitu di teman-teman kantor saya gitu ya, itu udah banyak gitu ya yang sakit flu lah atau batuk lah gitu ya kan. 雅加达的空气污染问题已经困扰当地民众真久，有民众甚至伫2021年针对空污问题拍赢民事诉讼。迄时反映财政总统佐科威和其他高级官员违反环境疏忽罪，下令因来改善危险的空气品质。Lama-lama kayaknya makin memburuk ya. Apalagi banyak kendaraan yang terus macet pula, jadi asapnya banyak banget gitu. Kadang-kadang lihat ininya berkabut seperti itu, dipikirnya mendung tapi ternyata kan enggak. Seperti itu sih. 不过2年过去，状况并无变好，佫持续恶化。印尼空气品质应用程式公司 Navas 共同创办人罗斯坦迪讲，数据显示最近的状况比进前佫较害。上主要因素是车伤多，甲工厂和燃煤电厂的排烟。不过印尼订定的废气排放标准又完真低。政府的改革哪久得数，牺牲的是民众的健康。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南美国家厄瓜多8月20日选总统，不过8候选人当中，一个介有赢面的现任国会议员，却是伫首都的一场竞选活动结束了后，去互人开三枪，不幸过往。若这嫌犯嘛当场就去互维安人员弹死啊！ 59岁厄瓜多总统候选人、现任国会议员维拉维森修，车到伫首都基多自杀结束了后，有2个保镖陪伴，本来要坐车离开，结果现场汹汹传出枪声，现场大乱。一个查甫人向维拉维森修的头部开枪，维拉维森修着3枪，紧急送医了后宣告不治。一个嫌犯伫甲安全部队小便的时阵嘛着枪，也死亡。 Habíamos terminado un meeting aquí en el Coliseo del Anderson, a pocos metros. Inmediatamente que él salió, 30 segundos habrá llegado a la puerta y comenzó una balacera. Me imagino de más de 30 tiros. De ellos, algunos impactaron a Fernando y después de nosotros tratar de localizar dónde estaba Fernando, nos dimos cuenta que le trajeron acá a la clínica de la mujer, pero desgraciadamente ya no tenía signos vitales, le dispararon varias veces y en la cabeza. 根据了解，伫正乱的时阵，也有另外9个人受伤，包括一个女议员候选人甲2个警察。 厄瓜多现任总统拉索透过社群平台 X 表示，对维拉维森修的死感觉真生气甲意外，也对选民保证绝对袂互凶手逍遥法外。当时要召开紧急安全会议，甲官员参详对策。维拉维森修2021年当选国会议员进前，是厄瓜多上出名的记者之一。马承诺要甲外国石油甲矿产公司重新协商合约，佮持续对激进的美毒集团相关暴力事件采取强硬的立场。厄瓜多要伫当地时间20举行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拢总有8候选人参选。维拉维森修的民调是伫领先的前几名，真有希望进入第2轮投票。这届参选的真侪总统候选人已经陆续对维拉维森修的死亡表达哀悼。 厄瓜多2022年摩塞率超过墨西哥甲哥伦比亚，这国的第2大港口城市曼台的市长7月嘛，互人枪杀死亡。初到暗时，大阵选民聚入伫维拉维森修送去的病院外，抗议维拉维森修的死亡，也甲厄瓜多的治安真歹。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世界。 非洲国家年日发生政变，西非经济共同体要求军政府1礼拜内把政权交出来。不过军政府却无咧信道，所以西非经济共同体宣布要出一支太平部队来应对落权的军事领袖，赶紧恢复民主。来关心罗西亚首都东北边小镇一间抗烟火仓库发生爆炸，目前知影尚无造成1个人死亡，60个人受伤，另外阁有12个人失踪。
这件谋杀案拢总甲上百栋建筑炸甲密密麻麻，不过详细原因要搁咧调查。来看威丁银河是一间专门打造太空船的公司，为2004年到达卖出800张未来上太空的飞行票，一张是20万美金起跳，等于是台票600多万。那威丁银河是宣布讲，已经成功甲全世界头一批观光客送上太空，创下纪录。中国甲咱台湾之间的旅游禁令还未开放，双方拢袂当组团旅游。台北市的相关业者就表示，若阵咱开放中国来，定定会带动咱的产业复苏。那陆委会表示，两方就要公平对等来协商，才会当恢复观光，互相开放。来到台北市出名的景点永康相关观察，边境开放了后，各国观光的人潮明显回流，主要以日本甲韩国人客上济。中国还未开放旅游团来台，咱国嘛还未解除对中国的禁团令。相关理事长讲，若做有旅客的消费能力投入，一定会加强带动相关发展。曾经破纪录来我们这个永康商圈消费，他买那个文创品文创的东西，一个人呢一笔超过台币30万了。我们也很希望就是有中国大陆这边的观光客进来我们永康商圈，他们对于台湾茶觉得台湾茶的品质非常好，所以他们在消费台湾茶的这个部分真的是蛮大手笔。永康街店主是讲对两岸观光开放交流真赞同，旅行业者嘛已经等袂赴啊。不过陆委会是讲，虽然中方今年5月宣布搁予台湾团客去中国佚佗，不过中国2020年禁团客，2019年禁自由行来台湾，政策拢无改变。那做两岸无对等开放，恐惊影响台湾国内观光发展。我们并没有禁止我们的国人用自由行的方式到中国大陆。中共那边到目前为止一直不肯开放团客也好，自由行也不肯开放他们的同学到我们这边来。主管机关已经透过管道跟他们谈到我们相互的来开放，但是现在就说对方还没有正面的来回应我们，这是我们比较遗憾的。陆委会讲，希望两方透过观光小量会机制，以对等方式协商，才有希望早一日两方团客会当互相来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还未正式宣布要参选，不过昨伫苗栗举办主流民意大联盟的造势晚会。苗栗县长郑东锦、前县长徐耀昌拢去现场徛台。那徐耀昌是搁话讲，那民进党嘛要甲国民党赶落台。因为你们的先知所见，让国民党只有3万多票，不是高票，低票的落选，而得票最高的12万票就是我们的中东锦。各位，就是用这种的精神，我们不光要请民进党下架，更要下架国民党，让国民党彻底的反省。造势晚会昨暝伫苗栗竹南运动公园举办，大阵民众穿号满举国旗来相挺。苗栗县长郑东锦、议长李文彬、前县长徐耀昌嘛拢来徛台。徐耀昌是呼吁大家爱团结起来，做伙甲国民党赶落台，换郭台铭做总统。再来看美国前国务次卿克拉克过3年来台湾访问，昨早起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另外，美国众议院顶个月通过法案，讲52当前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这内面虽然有承认中国伫联合国地位，不过这个决议和台湾无地带，无代表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学者表示，国际社会态度甲台湾是自来自拔。过3年，佮看到好朋友蔡总统看到来访问的美国前国务次卿克拉克，是展现热情欢迎。卸任了后，专业学者的克拉克即摆用科技外交官的身份访问台湾，希望强化美台四部门在商业科技等领域有更较侪交流合作。今天很高兴看到克拉克主席再次率团来访，继续推动台湾和美国的合作交流。A critical imperative of the global tech security strategy is bolstering
Taiwan's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standing, and yes, sovereignty, which is why the Commission recommended forming a Taiwan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Prosperity at the Kroc Institute. 美台互动闹热，美国联邦众议7月时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伫2758号决议无干涉台湾，希望对抗中国当年就扭曲这决议阻碍台湾的国际参与。经美国国务卿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现州华府智库学者余茂春认为，这法案应该用正式成做美国法律，显示国际社会讨论台湾议题已经180度的转变。This is the first step to address a tremendous injustice and humili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t shows that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Taiwan issue is being discussed globally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余茂春指出，年代伫2500号决议是台湾地位极度危险模糊化的开始。美国自此实行一中政策，暗过无承认中国一中原则内底，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讲法，也反对单方面使用武力改变现状。根据将近90%台湾民众的认知，现状就是不甲中国统治，也无宣布独立。台湾事实上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800会馆的负责人郭德敏犯下洗钱地下汇兑，伫检埔发布通缉进程，人刚走出境超过8个月。前日昨晚，伊人伫泰国被抓到，咱台湾的刑事局、调查局等等的单位拢去到当地，昨做伙甲伊押回来。拖超过2礼拜，郭德敏才遣送回来台湾。有风声讲是因为干部济嘛咧抢人，咱警政署长王明昭嘛亲身去到泰国接接。不过刑事局是反驳这个讲法。另外，国内有超过20个检察官甲警察去过郭德敏的私人招待所，受到处分。即阵郭德敏押回来了后，这个案件都会继续厘清。来关心23当前，台大有一个查甫学生张真生，伫学校拍球的时煞雄雄奋起，真做失误人，交大拢要袂精神。张真生的父母认为学校伤慢送病院，才会害囡仔变失误人。因伫2013年去申请，要求台大要负责医药费。虽然台大有同意重新补助当年55万，不过司法迄当时的2000年到2013年这之间的费用拢无被负责。小孩送到这里来念书，然后他们交给我的是一个植物人，完全没有意识的植物人。家囡仔的双手掠掠安慰心情，县长的妈妈一直到哇塞，伊的囡仔张振生，伫23年前读台大土木系，结果有一天甲同学伫拍篮球的时阵，煞雄雄奋起，变做失误人。送到台大医院的时候啊，根本救不起来了呢。是他们台大土木系的教官呐，一定要救起来，然后救起来之后呢，要我选择。只有2条路，你自己照顾，要我们杀鹅。代志发生后，这23年，张振生拢是由父母24点钟照顾，每2点钟都爱甲冰心、脚车大大的灌食、抽痰、甲排泄拢爱协助。2013年，伊慢去台大申请，后后续决定为2013年开始，逐年拨款协助照顾，一直到今年，县长的爸爸妈妈又搁带张振生为台中坐车到台大，原因就是家属希望学校嘛爱支付2000年至2013年的费用，按过学校无同意。前面13年，我们要求一定要支付给张妈妈，因为张妈妈24小时每天照顾她，从55万看可不可以调到65万。8月8号那一封函到我家，故意要气死我，故意要气死我，就是不同意。好，后面搁再甲县长的爸爸妈妈会谈，会后表示为2013年开始，逐年支付照护费用到终身。2014年也为40万调悬到55万，为2013年开始算，所以目前累计支付605万。不过头前13年的费用也甲家属要求调悬到65万，并无法律方面的请求权基础，所以无法度同意。不过也是会持续协商，并且协助引入校外资源来支援。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减少食材，选择卖讨债、卖浪费和资源再利用。新竹市农产运销公司宣布，进前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停办3年的爱心食材分享活动，为昨开始佮继续恢复供应，未来嘛会提供给社区的弱势家庭。各类菜、菜头、佮金蕉、芭乐，这水果拢是准备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弱势家庭。受疫情影响，已经停办3年新竹市爱心食材分享活动，总算恢复正常。未来要提供全新竹市27个共产食堂以及爱心分享冰箱使用。在平常那个采购的这一些蔬果那个经费上面，应该就会有一些结余了哈。那结余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些的钱拿来，例如像我们带老人家办的户外活动。因为大疫情以后变成说就停住了停住的话，我们其他的爱心还是继续在做。每个礼拜3、礼拜4、礼拜5我们都有捐菜，包括捐给波大尼啊，捐给香园啊。果菜公司表示，提供免费的这青菜水果，拢是摊商逐工卖无了的，也是外观看起来无遮尔水，不过保证绝对拢是上青的。果菜市咱做做摊商伊逐工拢有一寡菜无卖完的，就讲配海家也是单调，嘛是做拍算的，不如互社会需要食。这绝对不是春的菜，这绝对是上新鲜、上青的。未来逐礼拜4，市场拢会传好爱心食材，互社区的爱心食堂，透过爱心活动，减少食物无浪费。更较重要的是，会当帮助有需要的人。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人口老化是世界趋势，台湾预估2025年就会成做超高龄社会，到时会有2成的人口超过65岁。为着要因应长照的需求，即阵有4个大学拄毕业的少年人创立长照课程的设计公司。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这礼拜6暗时7点半，就要带你来看这阵少年人设计什么款趣味教材，让时代食到老、学到老，活到健康佮快活。翕影片、收集资料、修改课程，这是一间长照教案的设计公司。因运用游戏的设计甲互动，加上智能治疗的概念，希望让侪伙人有无同款的刺激，达到预防失灵甲失智的功能。虽然是做长照服务，不过参与教案开发的这4个人，大家毕业要出社会。家的老人家可能嘛是无算过足侪物件，像阮做的换装啊、开咖啡厅，因是无机会做的。阮嘛是阁会想带来，互因有新的刺激。可是我们要画出自己的优势。烦恼时代做袂来，设计课程袂当伤困难，不过过程伤简单，又阁失去训练的意义。为着达到预防的效果，智能治疗师张玉晶，逐工拢伫设计各种的长照教材，希望互侪伙人无共刺激。经较定的纸，也是较无好改的物件，要互因手会当较大力的，就是因平常时有的能力，啊，毋互即寡长辈有新的刺激。企图囡仔除了服务市区的侪伙人以外，嘛会甲偏乡的长照据点合作，针对无共环境，设计出适合的教案，提供予第一线的医护员，嘛减轻因的压力。像有这样的企业啊，就是公司能够去提供，其实照服员就省了一点时间。这几个少年人伫厝内有同款的经验，更较会当理解高龄化带来影响。企图囡仔希望把成功的模式复制去其他的地区，让全台湾的时代伫面临老化的时阵，拢会当健康快乐过生活。记者洪兆石、吴文良综合报道。新兵若出巡，一般民众是袂当去蒙桥、蒙发去的。不过，为着要让民众认捌在地民俗文化，南投草尾岭的寿民宫举办台语导览。毋但介绍新兵，阁有光桥蒙定义的体验活动。这种桥，甲你问，伊有塔门无？无塔门对无？这种的叫做武桥。甲囡仔兄、囡仔姊文桥甲武桥的差别，阁互民众体验光桥。
这是南投寿bình宮舉辦的台語導覽活動，透過實際體驗，讓民眾了解台灣的民間信仰。廟的吼神明文化，佮咱的祭堂內底用的吼，這橋吼法寶吼，互這小朋友吼，用來了解講，咱來拜拜了後，這神明要安怎吼，來吼用什麼方式，甲伊講話。小朋友認真聽廟方紹解每一尊神明、護瓦水的用途。較特別的是，會當近距離看神明的法器，佮會當摸看賣當機咧使用的定義甲定層。手放起哩，摸看賣有哦，有點點吼，點點叫。這是咱的家己的傳統的物件。啊，第二就是咱會使用母語的方式來教囡仔，讓囡仔熟悉講，這個神明是啥物人是啥物人啊。我講因足用心的，包括一開始帶阮團拜，啊，佮因講的迄歲數攏足文雅，而且拄則佮用迄台路的拼音來甲阮介紹一寡新橋的名稱。廟方表示，宮廟除了是拜拜的所在，嘛是文化教育的場所。這邊頭擺用台語來導覽，參加的民眾反應攏真好。未來有機會嘛繼續規劃安尼活動，讓大眾對民間信仰有更較深的認識。記者楊淑靜採訪報道。雖然這陣本土語言已經列入高中課程，不過台南護專發現講，在咧臨床實習的時陣，有真濟專業的名詞，學生也是唔知用台語要安怎講。所以為着要推動醫學台語，學校就請專家來指導，利用這個小紙拍台語版的臨床護理影片，希望學生的台語會當自來自練當。老早昨暝困了有好無？有。好，啊你人覺有感覺較爽快一點啊？病人摕佇咧病床頂，護理師詳細要甲患者講病情，嘛閣交代接落來要治療的流程。這是台南護理專科學校的師生拍戲現場，因模仿臨床實習進入醫療場所的各種情景，主要是希望會使提升學生未來實務上的台語溝通能力。我覺得在護理，就是在台語這部分，就是。它其實是在護理專業素養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做會拍這個護理台語的影片，希望會當讓學生更加了解佇病院實習的時陣，安怎好甲一段人講話。護理台語的重要性，就是要讓咱台灣的時代安心去病院看病，得到上蓋好醫療。無論是鳥血壓、抽痰，也是拍卡車片等濟專業的台語思慮，這對學生來講真困難。校方指出，目前教育部推廣本土語言，不過真濟學生在咧臨床實習的時，要用醫學台語刷成青分，因此這擺校方向文化部申請計劃，請專家指導，配合語句實用，更符合學生的護理台語衛教對話影片。台語的這迄個佇，尤其是咱的醫學界的這一部分，咱會當甲做啊久久長長。會當甲這把火會當甲拖出去，以後咱的臨床的咱的醫護的照顧呢，會當互大家感覺更愈大心。為了未來醫護界會使提供更加好的照護品質，校方表示影片做好了後，除了會運用佇咧校內課程，另外嘛拍算會放佇咧學校的網站，免費提供全國有想要學的人來使用。記者李成武台南採訪報道。來關心中華職棒上新的消息。大公雄鷹達成協議，要用今年季中選秀的狀元林子偉和樂天桃園交換王奕靜、洪偉君、藍英倫和王碧勇的契約。大公雄鷹的總教練表示，大公目前需要的是老將來帶新球員。中華職棒切實傳出重大交易，樂天桃園送出王奕靜、洪偉君、藍英倫三名球員加女子球星王碧勇的契約轉讓權，因公是4.1億，為大公雄鷹換來今年選秀狀元，也是如何好手林子偉。跟台鋼雄鷹在有這樣的一個想法交流啊，其實大概1個多月的時間，怎麼樣才能夠讓更多的選手能夠持續長久的活躍在這樣的這個中華職棒的大舞台上。有球迷認為樂天換掉上陣的球星林子偉是賺到啊，不過樂天球團認為球員交易是兩隊整體的規劃。大公雄鷹總教練洪一中也表示，現階段球隊需要是成熟都是戰力，來帶少年的球員成長。台鋼是一個新的球隊，那有很多位置事實上都還不是很成熟，所以我們這一群年輕的選手真的是需要幾位年紀比較大、比較有經驗的選手來
帮助这些年轻的选手能够快一点的在场上变成一个成熟的选手了，所以才会有这一次的交易。台钢向行政队指出，有向经纪人问过王碧雄，以表达高度愿意加入球队。不过，爱等今年球季甲日本职棒火腿队合约结束了后，才讲新的合约。乐天桃园甲台钢雄鹰3人赢有好康，这大单伫球场拼输赢就知影咯。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月，美国 NASA 有做一个上小行星轨道测试计划，要甲行星轨道落入偏气，卖互落来地球。不过，打算出现另外一个问题，科学家发现讲，这弄过去了后，三星的大石头咧飞的速度是真紧。若准地球去互这款大石头击到，这破坏威力就等于是原子弹爆炸遐尼强。日讲20年9月，美国 NASA 是做上小行星轨道测试，成功改变目标行星的轨道，嘛互地球防御小行星的动力会当较安心。This is a watershed moment for planetary defense. 不过最近有科学家研究发现讲，这摆的弄击是三星37块大石头，虽然讲未弄到地球，但是未来那地球和小行星偏转了后，三星的喙就弄到，破坏力会真惊人。以一块15英尺，大约是4.5公尺直径的大石头来看，弄地球三星的能量，就等于是讲到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关的资讯会变作后壁计划的内容分析之一。不过 NASA 有拿这个计划执行，另外一个重点，原本定2025年互人类登记月球的阿提米斯3号任务，有可能会有变数。All the contractors to is that December of 25 date. We may end up flying a different mission if that's the case. If we have these big slips out, we've looked at can we do other missions if the possibility exists there. 阿提米斯1号任务去年是互无人驾驶的太空船西月球来飞行。阿提米斯2号按算伫202411月在太空人西月球来飞行。另外阿提米斯3号会使用 SpaceX 新干火箭做原型的登陆系统，带人类登去月球。但是真正的试飞行动失败，目前进度较落后。We were at Starbase a couple weeks ago and really spent some time going through their major milestones to.The Artemis 3 mission, which includes a prop transfer mission, as well as the uncrewed demo. NASA 指出讲，有上新的资讯会随向外界来通报。目前除了美国在内，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嘛一直在挑战要去月球，谁会当占到先机嘛变作国际关注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4度到31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